生来让摄影下载。提高新陈代谢，活化。这个抖。头脑的新抵抗。这真地，我讲，迄阵叫打出死就是安尼啊。哎。其实是两年来那个。因这去年招那很熟悉。真的是。有名啦，包括你去边。别个，伊这个伊出来看咩手机啊？对，那管。少年那这边我得拍点资料的哦。那我老公交过，那我。各位检察师、各位大军，大家好。今日就是特别天命书记，以及咱前人在这个领导安排，到今日这个发挥，那么互我承受前人的资源，要来和咱各位来探讨，到底在目前千门万道做法的时阵，到底是房间成为正当的法门的到位。那么第二点，也要和咱各位来探讨，就是讲咱一贯的思想到底是到位。第三点，也要咱各位来报告，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伊的基础又果是在到位。所以，咱这个题目叫做迈向快乐的美丽家庭。因这个题目，咱甲头尾报告第三点，大家厘清出来。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归美的灌输。那么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会归这个美的灌输呢？当然要伊的因缘，甲伊的主要理由。咱即摆咱用一个掌声来欢迎着咱宋讲师来遮甲咱主持大众同学。请宋讲师慈悲前到一躬，蹲到一躬，请坐下。对哈，讲台语啦哈，我台语嘛讲袂认真，国语讲袂认真安尼，安尼就。
首先感谢评委书记，感谢咱这老前年节的主编各位点传师、讲师、团师啊，各位菩萨的成员，咱就有这个机会来甲大家结缘吼。今日要正式广告进前，好先教一组运动，一种咱老师教的功夫互你听，伊叫做金刚练轻功。金刚练轻功是练咱的金刚的身体，了后包括练咱的心性，我练咱的心，我练咱的身躯。咱老师讲这招总共13招，互因大考25分钟安尼啊。咱老师85年在泰国发挥，甲咱讲咱在土地啊，为了修道办道，身体拢拍歹去。要安怎在修道办中，将心肝练啊，心练啊足清净的，身躯真身体要真勇包括咱食青菜啊，食素食的。咱的心、咱的性、咱的灵，拢真清气、真好。日常生活当中，要安怎照着咱的平时一点来体会咱开咱的智慧。智慧也开，你要知影修道的故事啊；智慧也开，你敢会知影咱修道办道度化众生啊；智慧也开，你敢会知影咱人生意义是倒位啊？我就。这总共13招运动真简单囡仔大细拢会使，上骹会徛的所在第二你客厅、房间、办公厅拢会使，啥物拢会使。你学会了了教，试过你敢教？你讲话先紧袂？袂啊。讲话是先紧我讲话是坏习惯了。咱大家先爬下，来先加下。拢就多我这个费用贵，修炼的了增加放我伤，放我愈软愈好，咱不管影无影做弄对无？气功的单田的，气功的单田的来这准备，那个录音带准备，录音带，来录音带准备话，配合的录音带。你听有听无，调我来解说第一叫做大火功，真简单。修炼了，喙齿转来，气功单田的。金刚练。气功单田的了，心肝练5字真严，5字真严。主技传承，一手旋关，舌顶上颚，欢喜感恩。100步每天踏100步，并步来轻。双手叉腰，双脚屈弯90度，凝聚力量，扎实踏地，以触动脚底涌泉穴。1、2、3、4、5、6。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
11、12、13、14、16、17、18、19、20、21、每一下都很扎实以手前弯，12点上颚，肩膀放松，气沉丹田，每一下都很扎实61、62、一下一下来，不慌嘛。辛苦嘛就讲身体不要动。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100、101、102、103
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9、6，侧头弓，放松腹部肌肉，疏通经络，使头脑更灵活。双手自然下，左侧弯。放松右侧的颈部肌肉，维持这个姿势。这筋骨，这筋叫大板筋，头壳听多着感冒了大板筋，大包你若擦掉的，你就会头壳会酸痛，会疼，叫做缺氧，这叫做缺氧，气走袂开叫缺氧安尼头壳会疼安尼右三，头回正。来，换正面，头带向右侧弯，一边爱做3分钟，每天做3摆安尼我上重要袂使流水汗的水拢袂使安尼袂使流水汗的3分钟安尼，这筋骨的肌肉酸食愈老是愈轻松啦会了解哦？咱筋骨若轻松啦，食愈老是愈轻松啦伤多烦恼该走地的安尼3分钟袂使你讲。慢慢的回正。7点头弓，干那腰酸背痛筋骨的酸痛，腰酸背痛，胸口13真简单干那胸口13筋骨的痛，安尼简单，换做向后，点头时要有顿一下的感觉。好，先向前点。1，对不对？好，等下。2，来，慢慢来，别收紧3，刚开始做卖收紧。4，一个来。5，一下慢慢来要顿。6，7，就咱脸部肌肉酸咱的脸部的肌肉酸9，向后。大家跑下来。1，2，来，跑下来3，4，慢慢走5，爱做收紧6，7，8，9，短头弓，使脑部充满增强记忆思头先向下低，慢慢再向左转。1，对倒边慢慢啊洗到正面，愈慢愈好，肩胛袂使你动水质啊放开，安尼气管咧难行的，安尼安怎洗5年10年绝对袂头皮的，以后你就袂头皮白肩胛酸痛，这招足好慢慢啊做3。肺路袂通透的关系肺路袂通透所以头壳会晕啦所以气啊行开肺路乱通就袂再向右转。好来，背架边斜到边。袂使紧的不能快，慢慢转身体不要动。身躯莫叮当，肩胛恁红骨叮当就好，足流软尔，叮当就好慢慢做，慢慢体会，做就了解个意思虽然10摆无啥会晓，无要紧阮路缘大即个地讲水好在高干脆，因为时间的关系，袂使解，我就解水了伤长咱人生活放软
2招到13招，拢爱行5个真难，拢爱修炼，这上重要的部分伊叫做内静外动，外动内静慢慢回正。叫较歹做人无，我紧慢慢做，弯腰弓，这样较慢，简单静心，相较毕竟甲规双脚已经往弯治疗先天元气不足。即咱舒服的时阵，发出来放大单田，大仔个3步叫做单田，发出来上来，安尼来缩把，我倒是缩把。气贯3点，在一边缓缓吸气，一边身体往前弯，弯腰。慢慢按，慢慢吐气。气后憋气，凝聚元气，养神。再顺高气，完后再深吸一口气，灌丹田。对，慢慢来。不是在弯腰的状态下。在一边吐气，一边慢慢打顺。慢慢吐气，慢慢开。我讲解说出来，舒服型发都爱把慢慢弯腰，慢慢吐气，了后进气，或者你讲，了后再顺高气落去丹田的，再搁休一下，搁聊倒来，叫做弯腰功，腰起码会够了腰酸袂了就好，来顺高气来。在一边缓缓吐气，慢慢吐气，往前弯，慢慢来，弯腰，骹头躯袂使弯的骹保持着直，凝聚元气，养元气。憋气完后，再深吸一口气，灌。来，你再顺高气，灌入丹田。都是在弯腰的状态下。在一边吐气，一边慢慢打吐气，慢慢开，直到站平稳。你做完精神百倍对连腰酸，对这腰对这腰部拢有帮助。咱年纪较大腰肌这边的所在，第一损害就是心肝年纪大了，到40岁以上、50岁以上的话，这个肾脏腰部第一个受损害。来，吸气。来，慢慢按落去，吐气。骹腰个直落，骹袂使弯的弯到袂标准我再顺高气，灌入丹田，再吸一口气，灌丹田。袂使开安尼袂使开等一下。吐气，慢慢开，愈慢愈好。咱的呼吸嘛，愈慢，身体就愈用。尤其是咱是修道人，修行，应该用丹田呼吸。1/3用咱气部，7/3用丹田。下头食到120个，唔免夜关过多工课，绝对的我食到120，我10工课1点咱做老师的工课好点。10侧弯腰，治疗虚火。